苗栗32國際木雕藝術節7月30日會開幕，今年總共有來自80國家嘅木雕家，有133枚作品參加木雕競賽展，係青島嘅一擺。另外也會有客家藝文團體表演，也都發通透過木雕節同國際交流，嚟呈現當地嘅客家文化。木雕節已經有舉辦了14年嘅時間，今年呢特別有個特色，就講一個雕刻師啊。我做動態行嘅一個雕刻品啊，嚟雕刻，嗰個係一個水面雕刻嘅，因為嗰一個神雕村啊，因為有一個街裝嘅藝術嗬，嗰個係當精彩嘅一個節目表演。雕刻師傅一道道嘅刻出彌勒佛的形呢，每一個講今年木雕節會用彌勒佛的名字來做主題，所象徵和平、沒有碰行嘅意思。拜六禮拜還會有人家嘉年華，有請客家團體表演，韓國會結合12客家莊塵土旅遊，透過藝術活動展現木雕嘅魅力。